有啲人就話啦，點解我覺得身體變寒啊？或者係醫生成日話我身體寒，其實呢，身體最大個寒唔係來自於飲食，又唔係來自於你個風寒、受寒、落雨嗰種寒，而係嚟自呢你長期生氣鬱悶。此謂呢，心寒則肝鬱，肝鬱則脾虛，所以治病呢，就應該先從調理你嘅心情開始。心呢係身體入面最大嘅一個穴位，開心就係解穴啦，等於由解開你身體成個嘅總個開關。個心一打開呢，啲陽氣呢就足噶啦，氣血就有咗，身體就好咗啦，啲腹部都嚟埋，疏通經絡，補足陽氣，萬發萬藥嘅目的嘅體質呢，可以嬰兒咁，通通咁咪解決晒啦。咁你成日話呢度痛嗰度痹，係嘛？我啲技術再高都只能係醫好你6、7分嘅啫，剩下嘅都係要靠你自己去治癒。點樣治癒？搞好自己嘅生活啦，個生活作息啦，同埋呢個心情嘅調整啦，咁就係咁咯。